请问渣男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渣男哦，美秀这边是偷食马，嘿，是安怎是偷食马咧？因为马唔是拢一阵啊一阵啊咧，对吧？对。嘿，啊有的马较无乖，就会偷走出去食草。嘿，我是感觉查甫人的感觉就是安尼，所以我这边是偷食马。是，啊那阿雄我这边的答案是菜花芳，你嘛知影？芳吗？嘿，查某人就亲像一蕊花，哦，啊查甫人就是芳，但是上惊就是一丛菜了换一丛啦。一张菜了又一张。是。安尼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菜花芳，因为就是甲查甫人，咱语言内底有一款 metaphor，就是暗喻，伊甲查甫人比如做这个芳，啊伊一丛菜过一丛，啊佮足认真咧菜。